你哋已經學識咗咩叫對稱同埋咩叫做對稱軸。咁我而家就進行一個小組活動。好，我哋而家接下來咧進行一個小組活動嘅，就係想大家咧走過嚟探討一下，老師喺呢一個簡報上一個十字到底係有幾多，呢個圖有幾多條對稱軸。好啦，老師啱先已經派咗呢個唔同嘅工作紙，你哋喺上面會見到有6個唔同嘅十字，係咪？同時亦都派咗4個唔同嘅小十字俾你哋。好，老師咧就想你哋做咩咧？就係、首先麻煩你哋揾一個同學走過去接一接嗰個細嘅黃色十字，去到睇下可唔可以接到一個完全重疊嘅境界。接到嘅話咧，咁就證明咗呢個圖形係一個對稱，而咗咧你嗰個接痕亦都係嗰個對稱軸。好啦，而家可以開始啦。我俾2分鐘時間大家啦。好，記得如果你哋接好咗之後咧，安排第2個同學喺嗰個工作紙上面唔同嘅十字係畫翻嗰條對稱軸出嚟喎。記住每個十字只係可以畫1條對稱軸嘅啫，係啦。但老師呢度有6個唔同嘅十字咧，唔代表呢個圖形一定有6條對稱軸㗎嚇。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可以做到嘅。係啊，接下對接。我影埋同學仔先，加油啊！同組嘅同學。鏡頭 pan 翻去俾有 Hugo 上。你知道要做咩？知要接對稱軸啊！好啊。打斜接、打直接、打橫接。放你真係你哋有冇得食？我攞學生證接對稱軸。哦。好，我俾多30秒時間大家嚇。邊係啲唔積極嘅同學？好，夠鐘！請各位同學放低筆。好，有冇一組可以答到俾我聽？你哋揾到幾多個對稱軸咧？醫生啊，3條。你哋揾到3條。好，有冇人係揾到超過3條或者少過3條嘅？4條。Mary 同學，你哋數4條。揾咗幾多條啊？4條。你哋揾到4條。好，有3條，有4條。好，唔緊要。老師而家咧就走過去畫一次先。好。其實係咪4條啊？4條。係咯，我以為自己錯。好，而家咧就有呢度，你會見到有6個唔同嘅十字啦。好，我而家咧想請一個同學出嚟幫我畫佢哋組嘅第1條對稱軸。好 ，Henry 同學，揾好，老師咧準備咗呢一個鉛筆同埋間尺俾你嘅。好，麻煩你幫我畫第1條對稱軸啊嚇。係咯，唔好走住喎 ，Henry 同學，你哋做得好，我俾2個貼紙你。好，除咗呢一條之外咧，有冇另一個畫法咧？又係 Henry 同學嗰組啊，我想揀第2組喎。攞呢頭飛出去啊 ！Mary 同學，你！Mary 同學忙緊啊 ！Mary 同學，我幫佢揸機啊！好啊，呢一個都係一個第2條對稱軸嚟喎。仲有冇其他同學有其他答法啊？咦，貼紙。好，有冇其他同學有第2個答案啊？好，呢位同學嚟啊！好，第3個畫法喎。好啦，仲有冇第4個畫法咧？好，要繼續好喎。咦，睇嚟大家都好似揾到即係3個唔同嘅畫法嘅喎。好，唔緊要。
老師咧示範埋最後一個畫法，其實咧仲有一個咧係喺呢一度嘅。入咗鏡。好啦，有冇同學可以話俾我聽，老師畫呢個對稱軸咧，同上面3條唔同嘅對稱軸有咩分別啊？虛線。虛線喎，點解要用虛線嘅？有冇同學可以答到我？唔知啊，接出嚟啊！好 ，Vanessa 同學，好似好有信心咁樣喎。唔知啊。唔知唔緊要嘅，因為咧記住啦，對稱軸咧其實我哋係要用虛線去表達，呢就係一條我哋想象出嚟嘅線。如果好似呢3位同學用咗實線嚟畫嘅話咧，就會係被當為係呢個圖形嘅一部分。好啦，所以咧記住用虛線喎。好啦，仲有咩？老師咧喺第5個題目嗰度咧，想大家做一件事，就係咧跟住老師一齊喺呢個圖形上面畫出佢所有嘅對稱軸，一個有4條嘅。喂 ，Harry 同學問得好啊，有冇第5條咧？好，你可以咧放學走過去咧，自行再接一接嗰個黃色嘅10條，睇下揾唔到第5條喎。係咪啊？好，所以咧，其實呢個圖形係有4條對稱軸嘅，而且我哋咧應該係用呢一個表達方式嚟表示呢個圖形所有嘅對稱軸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咧，好啦，嚟個小總結先，記住咯喎，呢個對稱軸咧係一定要用虛線畫。同埋，如果一個圖形有多於一個對稱軸嘅話咧，我哋係唔應該每一個圖形就係畫一條，係應該好似第五個題目咁樣走過去，一次過畫晒4條佢所有嘅對稱軸喺度。好，今日上堂上到呢度先。好，各位同學再見。老師，再見。